台北市的警方伫咧博爱特区附近的河体抄到一张职业教场，为这个教场行路行到总统府只要5分钟。主持这间教场的是一个美国籍的军火商，这教客嘛拢真有背景哦，拢驶名车、跑车。大门是顾甲真严，是加在有议员帮忙，请管理员来配合，才顺利攻破夺困。31层楼接地420平，一平开价是破8万，每一户成交价拢是破亿的。每个月租金19万的好体，有门禁的管制，搁摕来开大型教场。现场的教客穿的怪拢是名牌，也搁袂少外籍人士。这位美国籍的男子是国际军火商，靠台湾的女朋友招一寡好家人的少爷来伴轿。只是这教场离总统府行路只要5分钟，消息一传出去，警方马上定调了。但对方疑似收到风声，直接停业得要4个月，好在有议员加入，才顺利抓到。放一个假消息，让这个16楼的住户，他们以为说，是他们同栋的这个住户的小孩从美国回来，也想要来参与啊，那所以因为这样子，他才放了这个戒心。虽然搬轿不是同罪，但是帮客身份特殊，可能有掌握着军事机密甲武器采购。伫总统府400公尺好体开教场，出入的分子复杂，难逃比例的命运。